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8，诗篇101篇1节安尼讲：我要唱主爱甲公平的歌，耶和华，我要用你唱俄罗的歌。三个来祈祷，阮着用你唱主爱甲公平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用大佮厉害的神业技术，行伫全地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是阿耳空听阮祈祷的天父，阮恳求的声，你拢有听见。主啊，愿你的目睭开，看顾你奴仆的祈祷。愿你听阮一切的所求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目睭监察阮，在阮的脚步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活命的保护。主啊，求你毋通对阮停止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甲诚实常常保护阮。愿你用公义甲公平款待阮。主啊，我要唱主爱甲公平的歌。耶和华，我要用你唱俄罗的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